明年的总统大选，年轻的选票将做关键。上新的民调，伫少年人这个部分，赖清德输瓜问题敢若输一输啊。所以最近这段时间，赖清德是加强社群空战，希望会当来拓展到年轻的票源。伫个 Line、伫个 IG、伫个 YouTube 来发布到全新的计划。再去伊参加到朝阳科技大学的活动，嘛特别讲到未来要来减少到学生就学的负担。现在掌声欢迎副总统为我们勉励。在欢迎声中上台，副总统赖清德出席朝阳科大安全讲习活动，一开嘴就成功伊的政见。政府应该有责任，去缩短念公立大学跟念私立大学学费的落差。明年开始编预算的话，我们来缩短这一个差距，至少50%以上，大家说好不好？赖清德拍片要争取少年人的选票，因为上新的民意调查显示，政党的支持度方面，民进党为31.1%降到24.6%，拿赢嘛降超过6个百分点。民众党升6.6%，由于少年人支持度的部分，25岁到44岁支持度，赖清德虽然一个月来无啥物变化，也无20岁到24岁内面明显的降低，为本来23%降到8.8%。那国文题是大量提升有18百分点。那好友的部分，共款维持第3名。中大网络空间吸引更较侪少年人，赖清德发布的新的社群计划，乃为可以收录迄礼拜新闻的代志，网友会使简单的做评论，就使有甲赖清德评论做伙涂骹，就问赖答。不定期伫 IG 和网友提出问题，要加强赖清德甲民众的互动。YT 的部分，除了看见赖清德甲赖清德做伙挺台湾了后，佫推出赖清德去倒位。现实动态上面第一次让网友提问，回应非常的热烈，问题很多元啊。有人关心的是他的发型怎么保养，还有人问的是赖副的运动爱好，还有人问未来的政见。预期今天晚间做回复，未来呢也会不定期推出像这样的问答企划，可以多多跟年轻人来做回应。针对无同款的目标族群多管齐下，要让大家看到无同款的赖清德，嘛要争取少年人的认同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